村落的离村落门口的地方。那不过在这边我们看见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热情的感谢，他赞美，然后他赞美耶稣说，感谢上帝让他得到医治。那接着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非常的热情的赞美感谢上帝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得到了洁净的人不是10个人吗？那9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撒玛利亚人，除了这个外族人之外，没有其他的人回来归荣耀给上帝吗？这个9个得到医治的人，他们没有出现，他们哪里去了呢？在经文里边并没有描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到祭司那边去，让祭司们检查他们的身体，得到洁净，然后他们行洁净礼，然后因为行洁净礼之后，他们可以回到那个圣殿里面，所以他们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好向上帝献上感谢。很可能这9个人会用这样子当初的犹太人或者当初的信仰者那种法定的程序在做。不过经文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还有，我们可能会问说，耶稣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当他看见说10个人得到医治的时候，只有1个人回来感谢上帝，而且赞美他的时候，或者感谢他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心得？他有什么感受呢？在经文里边也没有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到底有什么样一些感受。不过在这边我们看到了，有可能他会觉得失望，因为他讲这句话，或者他会觉得叹息，说为什么是这样子。不过不论是怎么样子，耶稣基督并没有太多在这些上面琢磨，他只是询问说，那个9个人得到医治之后，为什么没有回来感谢上帝？他没有问太多这些，他反倒是只有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为什么除了这个人以外，其他人在哪里呢？这个外族人他回来感谢上帝，耶稣注意到了他注意到这个人回来感谢上帝，而且在这边感谢耶稣。接着呢，耶稣就对那位得到洁净的人跪在地上感谢他的撒玛利亚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3句话，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这句话很特别，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是翻成你的信救了你，在我们的现代中文译本里面，他这样子说，你的信心让你得到医治。也就是说，拯救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拯救，这个救的意思，它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意思。它可以说是拯救的意思，它也可以说是医治的意思。换句话来讲，这个拯救里面是包括了身体的拯救、身体心灵的拯救、精神的拯救，还有人的灵魂的拯救。所以这个拯救其实是非常全面性的。换句话来讲，其他的9个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的大麻风已经得到医治，他们的身体恢复健康，从今以后他们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他不仅是得到身体的医治，他得到身体的健康，他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还有他更深刻的体验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宣告的救恩，他得到了那个救恩。也就是说，他得到不仅是身体的医治，他也得到了心灵的更新，而且他也得到身体还有灵魂完全的拯救。上帝的拯救临到了一个心存感恩的非犹太人，这就是上帝国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了，这个回来的感谢的人，他不仅是身体的医治而已，他还得到全面的拯救，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接着我们看见，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他所看到的，还有撒玛利亚人他所看到的。在经文里边前面描写耶稣基督看见这些10个生长麻风病的人，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经文里边，撒玛利亚人看见他自己得到医治，这两个看见值得我们去探讨。原来在这边我们看见了这一群撒玛利亚人，10个麻风病人，还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其实是遭受到社会上面或者他们社区里边的双重的歧视。刚刚我们提到过了，他们身份上面扮演的是撒玛利亚人的角色。犹太人看轻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正统的宗教的信徒，而撒玛利亚人是异端，所以在身份上面他们是不平等的。接着我们看见，这得到麻风病的人，他们又跟撒玛利亚人一般的人又不一样，他们在社会上面是边缘的人，因为社会的人排斥他们，所以这群人其实是他们有双重的边缘，他们是双重的痛苦。然而，这个双重的痛苦却在耶稣基督的医治里面，他们得到了身体的医治，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更感受到他们的心灵的医治，这是耶稣基督赏赐给他们的，甚至他还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耶稣看见了什么呢？耶稣看见的是人深层的需要，这个需要不仅是身体要得到医治，而且是心灵还有灵魂要得到拯救。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的，他进入这个村落的时候，10个麻风病人来迎接他，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有高声呼喊说：“耶稣老师啊，请可怜我们。”他们没有靠近耶稣，他们没有向耶稣基督说明他们需要什么，但是耶稣基督却一眼就看见他们的需要，随即知道洞察他们内心的渴慕还有欠缺。耶稣基督一眼就看见他们的最重要的缺乏，所以他就提出解决之道，就是说，你们去让身体给祭司检查，同时也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医治还有洁净，让他们得到完整的生命，可以重新融入社区的生活。耶稣基督当初看见这些10个麻风病人的需要，今天耶稣基督也仍然是一样看穿了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即使我们好像是离耶稣基督很远，或者没有被他碰触到，但是耶稣基督却像是知道10个麻风病人的需要一样，今天耶稣基督也一样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第二个，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他的看见，这撒玛利亚人他看见自己已经医治好的时候，随即就回来的大声赞美上帝，感谢耶稣。他的眼光很敏锐的察觉到了他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改变，他的灵性有一种觉醒，他用赞美还有感谢来回应。在这边我们看见一个在生活挣扎的人，他受到社会的歧视，他受到社会的排斥，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很深的病痛，但是在这边他看见耶稣基督医治他的时候，他的灵性，他的整个生命都有一个新的礼物。那这个我想对于我们弟兄姐妹们来说，其实是很深刻的一个提醒，或者说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深的礼物。一个生活在挣扎的人，他们特别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恩典还有怜悯，也特别会感觉到珍惜还有宝贵。像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或者在我们信仰团体里边，我常常会注意到我们的慕道友或者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会在生命里边，因为从一个旧的世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们都会特别的敏感到说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在他们生活的当中就很容易的为了一些小事情就很感谢上帝，因为他们感受到说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之间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也是一样，他特别的珍惜，他用赞美上帝感谢耶稣来回应他所得到的礼物。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人从疾病当中得到医治，找到适当的工作的时候，受到朋友的接纳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经验到点点滴滴的时候，这些都会让这些敏感到能够意识到上帝恩典的人，特别会去从生活当中去感谢上帝还有赞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看见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正如他看见10个大麻风病人的需要一样。他洞察我们的处境和困难，他也知道我们问题解决的方法，他知道我们怎么样化解我们的困境，他也知道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们的困难，他也知道那个方法在哪里，他能够带领我们知道那个方法是什么。而我们今天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或许我们能够做的就像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高呼耶稣老师啊，可怜我们吧。当我们今天到上帝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说诚心的感谢上帝，还有赞美耶稣。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是在于诚心的呼求上帝的怜悯，然后上帝会带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最后我们来看，在这10个麻风病人得到医治里边，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赞美上帝，感谢主耶稣的医治。其他的9个人哪里去了呢？刚刚我们提到我们不知道。从数目上来看，10个当中10个人得到医治了，但是9个人一去不返，然后只有1个人回来感谢上帝，还有赞美耶稣。感觉上看起来9比1，9个出去了，1个回来。这样假如我们按照一般来讲，就说这个收获或者是报酬率、投资报酬率的话，未免太低了一些。常常假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说，我投入10分的力量，应该要得到10分的回报。但是我们投入10分的力量，只得到1分的回报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会不舒服。我们心里会想，怎么只有这样子而已？或许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非常让人失望的。不过，主耶稣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却没有这样子认为。当他纳闷着那个9位哪里去的时候，他并没有花太多心思去计较，或者是抱怨，或者是很沮丧，或者说指责那些说这些人不知道感恩忘恩负义。耶稣基督都没有讲这些经文里边让我们看见的，他没有讲这些。相反的，他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那一位跪在他面前诚心感谢上帝的撒玛利亚人，并且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换句话来讲，主耶稣为这个10%的感谢还有回馈而觉得惊喜，并且耶稣基督就鼓励他说：“你的信心让你得到医治了。”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得到，他没有为那9%里边没有回来而说任何一些多余的话，但是他是为着这个1个人，这个1/10所带给他的，他继续跟他讲说：“你起来走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从此以后，一般的犹太人所歧视的，或者一般的人歧视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得到了医治。而且在这边我们看见整个撒玛利亚地区，他们被犹太人歧视的地方，多了一个经验主耶稣拯救还有医治的人。而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赞美还有感谢，会化成实际的行动，而且继续影响他生活的社区，为后来的福音扩展的工作里面立下了一个基础。那在这边我们看见，假如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圣灵降临，然后圣灵降临之后，耶稣基督的福音就遍传了整个撒玛利亚区，然后到其他的世界。在第1章、第8章还有15章里面，我们都看到了福音从犹太的地方传到了撒玛利亚的地方，又传到了其他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边这个得到医治的撒玛利亚人，在这个福音广场的上面，他扮演某种的角色。他透过了他的感谢还有赞美，在这当中让撒玛利亚地区里边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让我们看见10%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微小，1/10，但是1/10它可能改变了世界，或者翻转了世界。